話說啱啱做完韓國醫美嗰陣咧，都覺得自己冇乜變化，但我提醒自己一定要記錄 before 同 after， 因為有時候改變就係好微細，微細到自己都睇唔到。睇翻先發現，哇！我個下顎線翻嚟啦！相據去韓國，除咗買嘢玩同食之外咧，我今次咧仲預留咗時間去 Dr. Everest 嗰度體驗韓國醫美。睇咗咁多條 Reels 同 YouTube 之後，終於到我第一次喺韓國做醫美啦。最想改善嘅咧就係下顎線嘅位置，我平時都習慣用頭髮遮住，因為我下顎線嘅線條比較模糊啦，所以影相影到呢個位咧就會顯得比較冇咁好睇。諮詢嘅時候咧，我都將我自己所有嘅身體狀況啦話晒俾醫師聽啦，佢都有咧推介我嘅情況裏面咧可以做啲咩，唔可以做啲咩，咁佢都唔會夾硬去 sell 我嘅。見完醫師之後咧，就會有姑娘幫我洗面啦，佢把聲真係好溫柔，手法都好輕好柔，好舒服。我哋全程咧用中文同英文溝通咧係完全冇問題，真係舒服到我差啲瞓着覺。療程正式開始，等到醫生嚟嘅時候，做嘅過程咧都有少少吉吉同埋溫溫熱熱嘅感覺，但係完全唔痛。我甚至有啲懷疑究竟係咪真係有用㗎。做之前特登用手機前置鏡頭咧影咗段片，喺做完成個療程之後，亦都佢幫我上埋 sunscreen 之後咧，大概20到30分鐘之後到啦，我就再影咗一次，同 before 擺埋一齊睇，你就見到我下顎線嘅線條翻嚟啦。過咗幾日之後咧，整體面部線條嘅流暢度咧都好咗好多，我冇諗過個效果嚟得咁快。假期完咗翻工喺 Teams 開會嘅時候，我喺電腦鏡頭裏面望到自己，真係俾自己個樣嚇親。呢一種變化咧係我最中意嘅，變靚咗，但係咧你又講唔出究竟我喐咗邊一度。如果你都想試下，我今次約嘅咧係江南站嘅 Dr. Everest， 佢喺 Apple Store 隔離，非常易揾，全程用英文或者中文流利溝通 ，IG 或者 Line 預約都好方便。下次去韓國記得 DM 佢哋同朋友仔一齊預約時間體驗下啦。